我们下面来讲这一章，不记恨，不怨尤，是尊重的美德。我们不要去记恨别人对你对不起的地方，或者是可能有哪些地方让你不舒服、不愉快的事情，我们不要记恨。或者可能他采取行动，一直要侵占你呢，要伤害你呢，这些动作我们不要去记恨他。一定过去有因，这一辈子才有果啊！为什么他不会对别人这样？为什么偏偏会对你这样？你们中间呢有一个嫌隙嘛？中间有一个仇恨嘛，有一个因果的存在，不可能没有因就有果，不可能的。佛老早告诉我们的，我们活在世间就是有三世轮回因果的轮转，所以我们要特别注意。我们呢，在碰到不愉快的事情，我们不要记恨，不怨尤，我不会去埋怨，就心里面起一种不平的那种埋怨，我们不必要。所以我不记恨，不怨尤。这是尊重的美德，我们跟别人之间要取得善的因缘，因为就是我们知道前世一定中间有过节嘛，这一辈子才会有这么多不如意的事情，所以我们如何把它破除掉，人与人之间把它改善掉，就必须一定要非常的和好，彼此之间能够包容尊重，这是尊重的美德，这是非常好的一种品德。怀着慈悲，怀着悲愿，我们能够怀着慈悲心啊，就是给众生能够快乐。我要给你幸福，给你觉得很有希望，我要让你自己日子过得很舒服。怀着悲愿，我们要如何让众生能够跳脱这一种苦海，让众生的日子都能够很安定、幸福的过日子。怀着慈心，怀着悲愿，是安乐的源头。因为你的心是存着善良、很慈悲的念头，所以你那个念头善念一起来，回过头来就在你的身上，也是一种快乐的种子、快乐的因缘、快乐的环境。你会有健康、快乐的身体，你的家庭会很和乐，就是因为你那个善念所发出去，所以你种那个因，回过头来你的果报在你身上散发出非常大的那种力量就出现了。所以各位，你想想看，我们应该心存的善念啊！佛一再的强调，这个世间一切唯心造。你送给别人的东西，其实是送给你自己。你给别人的东西会回到你身上来。所以我们如果说用一种慈悲、善良、亲切、和蔼可亲，我们处处都是尊重别人的，那么回过头来在你身上也是如此的。所以我们一定要怀着慈悲心，怀着悲愿，这是安乐的源头，这最根本的基础嘛。你没有这个东西，你说要求平安、求幸福、求长寿，是不可能的。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，能受苦、能耐劳了，是成功的基础，对不对？不要说稍稍一点点逆境的考验，马上那个心就反弹了。你一点点忍耐心都没有，没有一点受苦的条件，没有那个能力，又没办法耐劳，稍微辛苦一下你就马上逃避，然后埋怨，到处要跟人家计较，要去比较。各位，你看，你连一点忍耐那种受苦的精神都没有，那你完了，你想要成功是很困难。如果你能受苦、能耐劳，这是成功的基础。各位，这个非常重要。能够多行善、多念佛，是解脱的根本。你要行善啊，你自己能力所及，我有这个条件，我来去帮助别人。各位，你经常这样做，所有诸佛菩萨、龙天护法都在旁边看你啊，一点一滴都是你自己做出来的。之后，各位，佛菩萨一看你有行善啊，你的念头是善良的，好，我一定把福报推到你身上来。可能你印途暗淡了，你所做的事情都是没有办法如愿，但是因为你累积的福报很大，你所做的功德很深，所以佛就给你转业障。所有的龙天护法，所有的护法善神，全部都来帮助你、关心你，让你天福天寿啦，印途开通啦，做事情顺心顺意的。为什么？就是你自己做来的。所以我们要多行善，然后好好的念佛，多念佛，多念佛，这是解脱的根本。
你这个福慧双修嘛。你看，你行善就是修福，多念佛修慧，行善多念佛，这是解脱的根本。福慧两具足啊，福跟慧都两具足，那你一定功德圆满，绝对成就道业。这个很简单的几句话来跟各位大家参考哈。阿弥陀佛。